先来做客万人来了，今日来初了的亚伟先生吼，喺爱韩国轨道尤其广播人吼，大家都非常尊敬的一位先生哦。伊做一个广播有40年哦，伊係公公泰先生，欢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应该讲观众朋友，做广播做40年，是讲听众朋友哈。今天我唔敢当啦，不过就40年，係可以讲是努力、是认真的来从事客家话广播工作。非常荣幸可以有请到老师来同我哋打嘴鼓，咁咩非常難得哦。我們通常呢，如果聽到老師嘅聲，基本上呢，睇下佢看到老師，人講人哋咩樣樣請先生有帶一條小物，春遊嘅物品來講先生嘅故事。咁人嘛送入請人哋呢處理，本人哋提好，假使公公泰先生會帶春遊嘅物品提嘅都係一個熱騰騰嘅哦。算以前呢一個獎，也個係人哋提嘅學生獎嘅特別貢獻獎。老師拿到一獎，我也很榮幸有睇現場。係啊，主持人。頒獎年咧，唔當然冇彩票頒嘅獎啦，老師提嘅會拿到一個，佢說也對唔係春遊嘅獎項咧。當然係當春遊。學生獎主要就係鼓勵從事客家話廣播工作嘅所有嘅從事呢方面工作嘅人啊，本於鼓勵。不過呢，冇想到講係退休5年以後，同人哋嘅獎係有人嘅緣分啊。記得有擺堂去看嗰個誰來做客啊，萬人來聊嘅節目，那個牧師嘛，有啲。來賓從馬來西亞來，要講啊，穆飛，穆飛，叫人在台灣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會發生，所以必須喜歡台灣。點解這麼特別提案一點？因為我喺廣東梅縣嘅客家話，所以我是因為因為專門中央電台專門對海外對台灣廣播嘅，假設嘅聲音，在還蠻有網絡以前啊，佢主要就係短波 SW， 一般嘅收音機冇按那個短波 SW， 聽唔到。佢有網絡以前，其實台灣人聽唔到。聽唔到，除非唔有按那設備，一般嘅設備係 FM、AM 冇 SW。所以我想我按那個播音，我平時就因為講。對台灣人都冇貢獻啊！冇想過整個台灣人做人很努力啊，乜嘢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不過其實就算老師冇拿到一個獎，對我哋嗰度嗬，一個業界人如果咁講，老師其實貢獻非常嘅大。但我唔是講，其實你搞出來非常多好生嘅啊。也唔敢自家係啊，也係非常有貢獻。人哋咧一個貢獻，人哋天天嚟講，大家都會非常詳細嘅了解。人哋來看天意行，因為一天意行同時，聽講咧係對老師會入到一行，講好一行係春遊嘅物品，可能是係乜嘅哦。好，人哋來，係一本書呢。我爸爸嘅自傳。無盡的感恩。公平色，如係老師嘅爸爸。當時才40年前啊，一般人一講，每天台港台做嘛，大家都記得。因為公平色先生都係成立中廣苗栗台嘅團長創辦人，44年。還有我嗰度你會講係台灣第一個講客嘅廣播人。係啊。還有比如 TV 拿到金鐘獎，在民國58年就1969年。26年了。爸爸能夠有一個資源會來到比如在民國36年，而所上海嘅清華大學，是辦學期冇錢啊，都會聽到講台灣嘅中國廣播公司啊，需要客家話嘅人，
所以佢就來到台灣。而來到台灣，都係因為係一片是有講客嘅。好像廣東朋友可能會感覺奇怪，台灣很多客家人，因為我特別從睇到潛到客家人。因為當年嘅鄉親啊，都係受嘅日本教育啊。所以佢看日文冇問題，看中文詩就會有問題。所以人家念新聞過嘅嘅中文佢冇辦法看。所以佢就有按你嘅需求，爸爸就來到台灣。古時候爸爸都係講古，講平成講古，一個非常有名。當年佢喺苗栗，有個講平成講古啊。就第幾日下嘅時候8點打。嘅太嘅時候都聽到我爸爸講古嘅，我本身也係嘅堂中。係好，阿媽媽家下係咪報新聞？報新聞。咩係用咩講客？用講客吧。家唔係因為耳濡目染。入到廣播嚇。啲係講嘅係內心嘅小秘密本喺個堂中。我完全冇想到講我會從事客家話廣播。我嘅台北出咧，好台北出世。不過呢，因為我爸爸都苗栗去創立電台啊，所以就喺2歲就到苗栗睇嘅。照你講苗栗當年嘅苗栗，就只有客家話。喺地方聽唔到其他語言啊。喺你嘅環境下係應該講嘅就係客話。不過呢，我出社會學嘅啦，我就佢再講客話，就俾人家笑啊，笑我客家話。冇聽過。都已經係印象係當真嘛，就係小學3年級。有病同我同學夾刀子，我講你刀會夾啊？他就哈哈大笑。基本嘢你笑乜嘅？哇，笑得更厲害。冇一下吧刀嘅，笑乜嘅？唔過呢，試一下吧係刀嘅，你笑乜嘅？從3年生開始，我唔敢講客話，所以同學都係係咪係粵語人，講國語的人粵語人。你這個經歷很特別呢，嗬。係啊，都會唔講言亂咧，嗬，都永遠有個歧視戀愛咧，嗬，都就樣如講下嘅，結果呢，人家是喺小書，係我本人笑本人笑安咧，嗬。古時候家下其實。對人來講，就算係客家話，但都唔敢講客。敢講，一直都係民國68年。跟我爸爸一個從以前上到苗栗電台，後來要調到佢嘅台南電台，再從台南電台調到佢嘅中國廣播公司，就來到台北。民國68年，看到中央日報嘅求職欄啦，底下簽工作。都前有嘅叫走過佢嘅儲備人員、薯片人員，亦是要係客家話、廣東話、普通話3種語言。因為可能幾個條件之一啊，就客家話條件之一，我哋講梅縣嘅客話，哇，我係感覺十分驚奇啊！我唔敢講咧客話，佢去做春前嘅工期啊！就按嚟就是參加按嚟考試，當然我每一客話係冇問題啊。就順利嘅進入中央廣播電台，擔任薯片員，就唔係真實嘅播音員，而係所謂薯片呢，就講假使係臨時有人辭職啊、退休啊嘅薯片員就可以補上去啊。因為喺台灣簽梅縣嘅客話較難簽。係啊，就按你原因進入咗中央廣播電台。原來係咁樣咧。不過我記得老師係台台中文呢。係啊。咁唔簡單，想講邊一位我做乜嘅條路嘅？最睇眼望係要去台嘅教書，教國文。唔簡單就係歸校文學嘅習慣。本來想去做老師教國文，結果看到嘅徵才廣告啊，求職欄，結果唔應入去中央廣播電台，一直做到退休。呢篇又真發覺講，中央電台老聽電台冇充咗嘛，
这下所谓的中央广播电台国防部行政处的单位，你专门对他就做行政的。我们的行政喊话啊，行政喊话是金门马祖的前线的用扩音器来喊，咩咧？就讲那个节目主要就针对讲台陆的各种的政治腐败啊、沙币的问题啊、经济的问题啊，去做批判啊，做完的节目。不过呢，不管是哪一种语言的通稿，只做的这个人个人样，做的自家去公开发。好啊，通过安尼，像大家有啲人从细读书，没有合法的读书，那把个文字就是念出来，给需要训练啦。系啊，几难呢？我一开始咧感觉非常难。给下爸爸就拿最好嘅先生。以後叫我每日熟念一篇嗰個報紙沙頓，咁樣俾佢睇。有閒就講嚟嘅，用合法讀書嘅，按嚟訓練嘅。哇！因為自家用嚟訓練自家，訓練自家，想事情用合法化嚟想，唔比主持人有想過嘛？想事情用合法嚟想。一般唔會。其實一般唔會，一般係用中文。係是有聽同朋友講，有誒冇誒，打最久嘅時間吼，嗰種講很輕鬆誒，人會用合法思考，輕鬆思考。就訓練是啊，用合法嚟想事情。後來經過10多年，嚟擔任嗰個導播，客語導播，訓練那個國語言。也個感覺係太極團嘅事情。剛才咧老師可以試下茶，可能太極團我繼續來談時尚講故事。好，我嗰時親戚別啊，豬八戒今日老祖啊，十分歡喜哦，有機會來到萬人來聊俺嘅節目啊。我老祖喜歡食，愛喜歡食。現在做客萬人來了，今日來錯了嘅係俺哋個支持嘅廣播人公公太先生，多先生講到雖然係廣播世家，不過其實係無都好，許多也好，吼啊，許多中央廣播電台家下係愛對啱安尼新戰嘅吼啊，嗰時冇辦法講自家嘅東西，嗰時老師都有一個使命感走出來，那就感覺講啊。經過我哋10年安尼嘅過程啊，嗬，發覺講假設我訓練新人，其實先教佢做事業，就係拿新聞過等佢做事業打好基礎，再嚟用打嘴鼓啊，其他方式啊嚟講，用嚟事業嘅客家話，行較口語，當中較談嘅事，先起步係基礎嘅打好啦。事實上，假設係經過人哋訓練啦，播音也要較有自信心，唔可以拿到各位，哎呀，今晚要用嚟講，因為佢至少佢咩適度啲嚟用樣。好，俺哋也譬如看到一個，睇下假設，因為看俺哋節目如果不是看到金鐘獎，不過也記按細細嘅嗰啲等陣吼，也個係，而且蠻有歷史嘅感覺。後來啊，像第一講。也個小金鐘啊，十分珍貴，珍貴。因為講呢，佢將判咗4年，4年，差唔多4年，將喺民國68年，太過一年時間啦。當時新聞處啊，感覺講，把紀念聽日係兒童傳播年，主要就強調講要做良好嘅節目，嘅少年，尤其係青年嚟談嘅節目，因為廣播後生人，尤其小朋友睇佢喜歡談嘅較少啊，佢天時越來越多嘅，你鼓勵主持人盡量做出精彩節目，嚟俾嘅小朋友嚟舒談啊。嗰時候現在家下就請大家來做一個行業嘅廣播劇，廣播劇，做廣播劇，做廣播劇，見到大家冇想去做嘅，因為好時好講呢，嗬。尤其客家話，我前4年嚟
十分难。哎呀，前多些年呢，他家长有咁嘅癖好。古時家下廣播劇係大部分係聲音咧，有泰人有聲音，泰人有聲音咧。老師，你家下沒有做一個角色？我角色親特別哦，豬八戒哦。嘿，跟你的形象落差很大哎。你家下做豬八戒？我做開團豬八戒講法上音樂。懂演啊。今日老豬啊，十分歡喜哦。有機會來到萬人來了安嘅節目啊，聽講有鹹菜燜豬肉做得食很好。我老豬喜歡食，我喜歡食。哇！剛才你廣播劇，這個六個很歡喜哦，跟你原本主持的一開始有些新戰那些東西。所以我會拿到有個小金鐘啊，可能係評審感覺講啊，節目嘅整個談下來，是很刺眼。某啲嘅用埋音效出來呢，是唔刺眼呢？每隻角色都各合其分。還有老師呢，係好多都講做育英才無數，嚇。入邊係我哋客家新聞中哦，入面係可能會10多年前哦。其實個客家新聞就好像也判了5年呀4年。記得有年就主持人啦。頒獎典禮主持，你還記得嗎？記得。老師咩係帶後生嘅，做做。我隔壁許前飛啊，佢當時我來天台啊，係因為客家電視許麗玲，算係同事嚇，佢就問佢講，你有兄弟姊妹冇？有隻阿姊，咁佢阿姊會講客家話冇？用當初唔會，前飛嘅嚇冇嘛？完全唔會講，就講我講咧，假使佢有興趣了，學客家話，我願意教佢。哇！前飛堂嚟比整個願意了，係有係安尼啊！是教佢。哇塞！你人8年一畢業了，畢業以後佢就同埋嚟學客家話。第2年，就你人叫我開始冇幾唔錯啊！就你人叫人嘅客家邊啲嘅客家新聞獎啊，要同佢中下做搭檔嚟參加比賽啊。當時我嘅主管就感覺講，那個菜鳥，會唔會太冒險啊？不過呢，感覺前邊佢次要講佢音感很好，結果導演每隻視頻都做得很到位，快速給他贏了。所以經過多1年訓練，哇，都得獎哦！那個書獎係10萬元。哇，嗰時要後生嘅很學，唔好很教。係啊。因為我教咩過有耐心呢？係啊。嗰時就假使唔係，我都願意來教。係啊。係我不宜得按好嘅目標去努力。嗰時教1年都可以得獎。係啊。老師咩？人家40年個模型啊，其實唔係單槍管那條留言室哦。沒有。入邊還有一個國際派的老師繪本，其實也行遍世界各地。也個都係一個特別的指標誒。佢講第啊，也個某個地方你聽唔啲，因為大部分人都冇去過摩里西斯。南半球。一個非洲啊，它可以800-900公里嘅一個小島。個小島它可以去特別是新北市岸嘅加邊它可以泰式海岸。那我去到一片咯。2009年，因為當天有辦嗰個非洲嘅田徑大會啊，就聽了世界學術總會到摩里西斯去採訪。馬年有特別一個採訪，當天啊，大概3萬多華人啊，85%啊，以上係客家人。馬年因為來到摩里西斯呢，在清朝嘅時節，係因為南非香港有可以挖金礦。不過呢，就係呢，坐人船呢，佢係一個補給的摩里西斯嘅補給站啊。
发觉讲，毛里西斯有个地方，那个开片也不错啊。有的移民係因為蒋总跟共产党统治，就來到毛里西斯來開片。在全世界啊，嘅紙鈔啊，有法語，有啲客家人。一個就是你看，孫中山先生，另外一種呢，就係日嘅，朱梅林先生，也係客人咯，客家人係日嘅哦，支票啊。稍微介紹下，朱梅林啊，佢馬年因為在支票上出現呢，25度比啊，佢係當時毛里西斯本來係英國嘅殖民地，佢就同當地人將下去爭取土地，土地成毛里西斯一個國家，土地成功以後呢，佢係擔任內閣部長，就等於台灣嘅內政部長，有管理財政咧，財政部長，所以佢把毛里西斯嘅經濟發展得當好。佢講到發展毛里西斯嘅經濟啊，嘅朱梅林先生啊，佢特別都高速去參考當年嘅高速嘅加工出口期，去參考人哋台灣嘅經濟發展嘅人哋模式啊，把佢帶到嗰個毛里西斯。嗰個先生嗰邊有幾擺有一個機會，去到嘅學術見證台會去採訪，所以去採訪。因為當地有當多嘅客家嘅堂中係。你去到嗰邊有讀到真嘅就係堂中。係啊，讀到堂中，真嘅係堂中啦。有帶相片來，唔知有機會，假設有機會在。咁你去到嘅以前，甘地嗰邊有人堂喺度。在30-40年前，當地有個中華日報，中華日報，就係有個侯明明，係佢父親同侯明明，侯明明今日係很彩嘅，佢係擔任過僑委員會嘅委員，係擔任過客家委員會嘅海外諮詢委員，才給判了這個中華日報，這個報紙嘅新聞佢係從來源從哪來的？佢係冇用到喎，佢係談喺天台客家話嘅新聞，把佢寫成文詩，寫成文詩，聽日呢個中華日報嘅新聞就從那個片段來嘅。哇，嗰時候人家佢報嘅東西，唔係像對大陸新戰都係世界各國。尤其後來慢慢轉型，就也要對大陸，也要對國體，非常多嘅國家。所以當天一個報紙新聞嘅來源就來自中央電台。更加後生咧，佢冇辦法想象冇用錄嘅時代，睇國外嘅行業、發言，然後用嚟對台灣發生嘅事情，就真嘅可能咧。係啊，也係非常重要嘅資訊來源。咁到下一階段呢，我想龔先生帶大家去到對一個重要嘅地點，我想大家早就知道是哪裡。咁我哋等下個多陣來獻唱。中央廣播電台係個代表國家。特別中華民國對全球的廣播，我聲音出去就係代表一個國家嘅聲音嘛，所以我會有這個榮譽感，我會有自我要求。我帶大家嚟參觀嘅呢係中央廣播電台。佢係代表國家對全球對國際嚟發聲嘅電台，大家看看中央廣播電台啊，除了有本國嘅語言，還有外國語言，包括歐洲嘅、東北亞嘅、南美洲嘅都有。OK，今日帶大家嚟到中央廣播電台地下室嘅文史館，頭擺使用嘅錄音機啊。講咪係廣播嘅天二台啊，廣播嘅天二台啊，爸爸就使用按嚟嘅錄音機去採訪。到我哋天二台呢，採訪問係用卡式錄音機，
有重量的哦，尤其假设去高雄啊、屏东啊、安重的东西要带进去。哦，我还去过南半球摩里西斯，北半球就是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就带的按那个留言机。在反冲时代啊，主持人唔做得乱讲话，就是念，个中央电台有通稿，就不管那种语言都有通稿，你就这人是念，跟而就是念，对我从事用国语读书的人来讲啊，哇，个天方夜谭啊，所以我开始努力学客家话，我用我来学呢，我爸爸要求我每日。两篇这个报纸的xã論，哦，一早是念得清清楚楚了。再来呢，每日講一篇古文，用客家話來讀古文咯。再來，我用嚟訓練自己，想事情用客家話來想。俺啲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啊，你想事情係咪用客家話來想？睇佢唔係嗬，跟我係就按嚟訓練自己。當時廣播唔係按用電腦嘅，用盤帶機啊，導播出一個控制室。嗰時講假設吃螺絲，也用碼表來控制時間啦。5分鐘嘅節目1884，假設5分鐘嘅節目，螺絲吃多了，嗰個碼表就掐不準了，就一看哦。錄音之前有看過冇？所以緊張啊，數所以準咯。下邊係中央廣播電台來自台灣嘅聲音，全球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聽。也感謝聽眾朋友，退休1年，還是不是來信啊，來關心我，問我身體狀況樣嘅呀？平常做了某個事情啊，開始我哋嘅感情啊，並冇因為我退休就停下來嘅，所以我十分樂意歡迎聽眾朋友來到台灣，絕對要同我聯絡，我十分樂意請個天主之言呀，本來有人服務嘅機會。現在做客萬年來了，頭到公公太先生帶大家去到以睇嘅工作40年嘅中央廣播電，哇，很難想象誒。夠難想象。其實因為在中央電台，隨時有那個回饋的感覺，充滿一種感恩嘅心情。因為我講，你對台灣廣播真簡單啦，佢聽眾要同聯絡。真容易啊！天發打雷都可以。係啊，唔過你睇下想看，對海外廣播啊，假設有個嘛，佢嘅嘛現場嘅聽眾 call in 節目，結束一個 call in 係打過接天發國際電話。那還有做過 call in 節目？有啊，每年他也做200啊100嘅。係喲，哇！睇下都係越洋電話呢，幾貴呢？呢個動到錢嘅呀。係呀，睇下想看。還有聽眾朋友同海外用嚟聯絡咧，在還蠻用都時代，就會寫信啊，還有啥誒？每一封信我都寄信誒冇。每一封信都係航空信件哦。一中國路係聽眾寄嘅信誒哦。就我哋因為聽眾來信啊，我哋回饋文件啊，我嘅我哋係寫信嘅本聽眾朋友，去送東西本聽眾朋友。就聽眾來信本來。哪一天回饋，將會有以為在你看你感覺這樣聯絡上了。哇，姑說你們不是只有收哦，還會寄，會寫，會寄，聽眾沒有寫嘛嘅啊，就同佢寄嘛嘅。幾乎都會回哦，哇塞！剛很全盛時期，你數到一道嘅信誒，你以為寄一道嘅信誒出去？一張呢，大概有300封信片。每日他都寫10封嘅信嘅回信，哇！假事哦，沒大事啊！哇，青島嘅時間一張嘢，你嘅節目有數到300封，真的一年24封咩？係啊！誇張哦！嗰個嘅有人嚟永恆得到人嘅貢獻獎啊！事實上，我自家參與了
来是不是努力？也付出更多心力，因为中央广播电台一个代表国家，代表中华民国对全球的广播。我声音出去就会代表一个国家的声音嘛，所以我会有那个荣誉感，我会有自我要求。假使你节目我做好，人家批评你讲太善了，别讲。哎呀，台湾的天台啊，实在。因为其实上到我们做的虽然讲行，不过做国际级的节目。係啊。數到按到先咧，你搭風都會飛。偏咗一邊，冇個人嘅金字就冇辦法連落下咧。真人，古時候老師們有非常多，嗰陣貴維持嗰叫鋼琴咧，當然啦。古時候你嘅相片，我 talk 出來其實嗰難啊，不有一些例子真的很特別。好，像主持人阿亞總啊，在1999年啊，到嘅馬來西亞嘅吉隆坡舉辦嘅聽友會。聽友會就也為莊思妹穿山甲有因為榆林縣政啊，比那還有小朋友可能比得亞電視機啊。有安尼個片子，就講飲咗3日頭，因為個皮膚一直脫落。跟住參加安嘅糖尿病啊，他也帶去過馬來西亞嘅啲頭是很難。所以佢能夠來啊，佢可見佢是不是從事安那個糖尿病啊？咖啡都以前安尼出門。係啊。哇！佢講啊，佢係哪個節目係佢精神上嘅唯一嘅朋友啊，因為佢冇法出門。佢只他們只做在用收音機來談嘛。佢一好唱歌喲。所以現場口音就會唱歌本太個糖哦。哇，這個是很難得的緣分啊！係啊。啊，佢都給咩係也係唔替白見到伊。這個有因為自從中國時報有報道這個馬來西亞嘅穿山甲的，然後引起台灣多人嘅關心同情，所以台灣嘅長江醫院啊，就講。就是講佢願意免費來俾莊思妹做治療，所以佢每擺只要來台灣接受治療，佢聽說我來請來咧。就說佢來往其實是蠻密切的，沒像人哋見一擺。但啲咧也有冇佢上嚟節目嘅相片有冇？係啊。對。就說以前有來上節目啊。係啊。真嘅變到好朋友呢。係啊。也是真的老師很透露發講掛鋼琴呢，真嘅係用心睇交白啊，也咩係貼拍咧糖油草嘛。係啊。也係來自加拿大嘅黃義堂中朋友，嘅澎湖嘅謝依連堂中朋友，佢乜嘢嘢來咧？佢聽到講加拿大嘅黃義堂中朋友一來中央天台啊，佢特別從澎湖過來看邊啊，所以講那啲堂中變成一個空中嘅大家庭。我愛貼拍，就大家還會彼此認識啊。係啊，像黃義堂中朋友啊，佢講佢係蘇堂嘅2個世紀跨世紀嘅堂中朋友，堂係中央天台節目、客家話節目。比方講呢，佢從20世紀談到21世紀咁嘅跨世紀嘅聽眾朋友。佢講佢從北半球談到南半球，南半球談到北半球。哪原因呢？佢從泰就是因為共產黨統治，佢就從泰國出來，先到香港，係一個親偶然的機會啊！他都有客家話嘅上演嘛，客家話上演就係中央電台節，就開始談啦。因為佢有機會到南非去發展，到了南非，佢繼續談嚟那個客家話節，就北半球談到南半球。後來佢退休以後呢，以後全家就搬到嗰個加拿大聽別啊，加拿大嘅多倫多嘅聽別，佢繼續談嚟那個節，所以佢講係從北半球談到南半球，南半球談到北半球嘅堂中朋友，特別堂中朋友。
人家不用入师退都讲我哦要最简单的事情，广播。就算人家可能会觉得你也有谈广播、谈 podcast， 可是我们没有忠诚度。好，人家人其实冇乜嘅忠誠度誒，你係嗌可能見面談唔係談，你談誒，不過既然要談係廿生年咧，有封信，就係基本嘅。哦，就係大家真正係有乜嘅想法、心態，如果分享安尼。哇，所以你這40年，哇，所以你接觸到一道朋友哦，用上年就交朋友，真係。甚至係過年期間啊，會接到海外堂中朋友同埋嚟拜年，天發拜年哇，真的是這個特別貢獻獎，真的是。同埋我會講啊，你爸爸係國際知名人士哦，真見哦，而都喺夜團嘅人咧，如果叫下來生活食得哦，唔啲講睇先生會帶來嘛嘅隊友，特別意義嘅料理，人哋等下都啲咧，好，先試下茶。佢先都有舉辦全球嘅高爾夫球比賽，世界嘅高爾夫獎，總獎金係美金60萬，美金60萬台幣結果呢，我就脫口而出，台幣16個元，16塊錢。先來做客慢嘢來了，今日來除了嘅係支持咩廣播人講講太先生，都有嘅其他叫下來是好食的喲，quite好奇嗬。對江先生來講，春遊嘅料理係乜嘅，馬上去搶處理，冇人咧。叫下來是，哦，哇，有飯嘅呢，我喜歡呢。老師偷嘅有嘅係乜嘅？鹹菜燜豬肉。人哋都鹹唔安尼生嘅，人哋鹹菜一般都鹹菜煮肚湯。鹹菜煮肚湯係叫人食。然後剛剛嘅情況啦，你的重點是鹹菜燉豬肉，用哈還是鹹菜？其實鹹菜可以襯出個香味。有冇？哦，好好吃哦！我記得我帶片檔嘅年代啊，帶片檔有嘅鹹菜燜豬肉，我貼標本，就有20這個 PC 結構啊，就可以整到就香嫩嘅便當。鹹水最好食，好食啊！鹹水一定到鹹菜啊！都安尼啊！鹹水都感覺凍香啊！其實咪會特別介紹問大家看糖嘅小嘅鹹菜燜豬肉也菜啊嗬，其實有個原因啲嘛。原因係乜嘅？我可以講出來哈。有時間嘛。當然。我爸爸寫嘅一本書底杯。一本書底杯啊，無盡的感恩啊。而且民國56年啊，就做咗什麼客家人嘅米的。拿到太平的金鐘獎，畢竟因為有那個東西可以代表客家人嘅美德精神咧。其中一方啊，就係鹹菜，或者客家人個水火容易相處啊。但係容易相處，人家會形容客家人嘅鹹菜型嘅客家人。比方講，因為鹹菜偏慢嘅就咁上啊。或者路價嘅多。馬路價嘅多，所以其實因為鹹菜做得代表客家人嘅嗰種嘅同人家相處嘅融合。老師，你嘅慎重過程，因為我講過看。爸爸媽媽都係廣播人，爸爸又要寫書，你要推太中文呢。剛剛我們都係叫做書香世家出來嘅，唔係使係用咩聲音呢？就是衝人家呢，很斯文呢。我爸爸就有計劃嘅買當做書本來看，歷史故事嘅書，成語故事嘅書。我記得我細個6年生嘅嚇，有擺。我就同我同學講，你讓我做得袖手旁觀啊！佢睇嚟嚇一大跳啊！也係一個現代好用語言啊！就親自演呢就袖手旁觀，我就是把它就是很生活化就用出。我感覺嘅都係我爸爸係寫嘅嚇，就有意培養嚟，買當做書本嚟看。哇！古時候我都推太中文呢，他們可能也是覺得很。係個孫啊，孫女也，如果動下文學安尼。不過唔可能
入到中央广播電台嘅時節，其實太好唔前畢業，錯還蠻畢業，所以我家下係叫儲備人員。係，個儲備人員就佢我本時節目本唔溜，係，哦，又唔會影響埋本科。哦，那當年呢，中央天台係一集禮拜睇個有3篇、4篇10分鐘嘅節目啊。一集呢有4000元。如果是大約大概4500還要嘛，接下嘅學費啊，一學期係5000元。故作講，連學費啊都可以值得，就按你6萬嘅節目，就好做呢。哦，咁係咪因為啊呢，就也冇想過我揾那邊也未我來，做藝國文先生。咁乜原因，我就繼續留下來。就當時當時天台編制啊，給他組叫導播組，導播組就專門就導播還有播音員嘛。我喺導播退休嘅啊。個導播組組長，因為假設係要幫佢提上來發，這樣有法流出來的人才。哦，這個不次拔擢。當年係論資排輩年代啊，所以喺擔任導播可以講係出人意料之外。哦，那以呢樣嘅那種知遇之恩，要更加努力。咁做下40年也有嗰度時間係 live 嘅啊，係啊，有嗰度嗰種出糗啊、笑話應該都多哦。你印象清楚的係嘛？你有什麼最大的 trouble 或者是出錯最大？我就幫佢糗事講出來。當年嘅中央天台啊，唔單係中央天台，所有嘅天台啦，啲稿子啊都係手寫稿。龍飛鳳舞。現場新聞講台灣嘅郵政很發達，海拔2000公尺以上都有設有郵局啊。在天祥那邊。就念嘅一個台灣嘅郵政侵犯台，海拔2000公尺，獨冇郵局，都設有郵局，我講獨冇郵局。哎呀，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把話收回來。哇，那個很驚險咧，有個意思，可能就係移民人嘅讀稿基礎問題，你用下誒，好唔順咧。會啊，好唔順，真係唔掂一個嘛嘅咧。尤其新聞，你冇很多時間俾你去消化。你拿到水要尿出來，那個超級驚險。對啊，就在西周有舉辦全球嘅高爾夫球比賽，世界嘅高爾夫比賽，總獎金係美金60萬。跟住就把美金講成台幣啊。個台幣60萬，美金60萬，台幣幾多呢？我就脫口而出，台幣16個元，16塊錢，60，再反過來就是16。那剛剛還唔掂咁你更正哦，是自己嚇傻了，一定要收回來。咁老師你啱嚟咩？雖然唔退休上到我呀40年咧廣播生涯，因為你會講一個人啊，李國修老師講的嘛，一個人一生人做對一件事情做好了，如何按你退休呢？對俺哋一批韓國後批嘅人很難這樣了，大家斜槓，好，再比斜槓誰寫得多。啊，嗰時候你可以像俺哋都係一生人對一件事情做好。你就像剛剛對呀，你自己最大的獲得係嘛？最特別的哈，因為嚟扮演過，就中央天台應該扮演的一個角色，馬角色，就台灣同海外所有嘅聽眾朋友嘅橋梁，感覺係扮演過嚟嘅角色。實際上，當到聽眾朋友係每個朋友，然後佢對客家話有興趣。你爸爸寫嘅自傳很多母親嘅講嘅，假使我嚟寫一本自傳，你感覺嘅題目可能會係乜嘅？我會寫慚愧感恩。慚愧？為什麼？慚愧因為當做事情都係很，是因為
没轻理想啊，还可以进步的空间还很大。你这个有过过？感恩呢，就天台对我嘅庇佑，跟我切到感恩，还有堂中朋友对我嘅那个支持，我永远记得。最后呢，我要感恩就我爸爸。我爸爸在我做人处事、工作上嘅态度，佢都係我嘅人生標杆。佢從小要教我客家人要懂得書本分，也三大事。啲書本分唔單止衍生嘅意義啊，當然任何角色啊，你都扮演好你那個角色，佢係書本分的一種嘅表現。即係咁講，我爸爸對我嘅人生，影響清態、最大。沒有同講先生講，對嗰度後邊咩影響過太，唔像今日安尼分享，講寫一張要寫300封信嘅，我都比300封信嘅。光是這件事，如果是用民作為多嘅呢，韓國唔是講唔關因人嚟做唔嘅節目，我相信看到節目嘅人，如果咁講書或幾多，因為我有幾多會啟發，會咁請人。跟他講一個300是書本分，唔對喎，後來沒談到，真係老套好多。其實係因為不管任何嘅時代啊，其實要300是都輕鬆有，他扮演好的角色。而且會變成老套，就表示它很重要，然後很多人做不到，好，那會變老套。今日佢講車，郭先生同我哋分享按度精彩嘅故事。感謝有人機會同所有嘅觀眾朋友在空中啊，又再次的相遇了認識。大家都係幾難得嗬，可能剛剛也會很想跟我一樣，都沐足3頓堂嘅上啊。我有這種真的廣播人嘅感覺，佢講聲多謝多謝。聽眾朋友有做過，聽眾朋友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合格萬事如意。有膩過嗎？我做到啊，懂膩哦。因為不同嘅階段有不同嘅新嘅一種嘅工作嘅方式。所以又還有不同嘅階段，可能有新嘅人進入了，要去訓練啊，隨時生活然後也有變，工作上有變化。同堂中朋友，我堂中朋友發現我堂中面揾到台灣料啊，料我會起碼嘅。所以要地其實蠻難的。其實雖然我講過講也係一個問題那條路，不過其實變化係多。